Hello，大家好啊！今日係2026年5月29號，我係 Anna， 去咗荃灣如心廣場試一間79年幕後點心王，全部中式點心都係手工精製，酒店級數。請大家 like、comment、share 同記得 subscribe 我 channel 啊 ！Let's go！ 位於荃灣如心廣場1期，今年1月先至新開嘅民樂園。是名稱讚點心嘅民樂園工廠，首次喺荃灣開第一間實體店，賣嘢舒適優雅，中等大，有卡位同埋座椅可供選擇。另一邊有個小型玻璃櫥窗嘅燒味吧，台面上擺放咗個款時令小菜嘅餐牌，價錢合理。木製嘅雲石餐台，茶具都幾優雅乾淨。呢個呢係菊花茶。茶味都幾清香，有菊花嘅清淡。茶價呢就係9蚊一位嘅，茶味呢係比較清淡。呢杯菊花茶呢都幾夠清香喎。估唔估得係咩？原來係個古典牙籤筒。都係用 QR code 落單，叫咗3款點心，大約都係38至42蚊左右。就係呢3款啦，你睇下個賣相幾靚。3隻豬仔鹹水角，外形好好似，上台熱辣辣。你知唔知呢個豬係咩嚟㗎？係鹹水角啊！你睇個樣呢，幾 cute， 仲有3兄弟添啊！切開俾大家睇下，裏邊呢都係鹹水角嘅餡料嚟嘅。顏色咁靚嘅麵包糠，味道比較重。仲有呢啲薄脆都幾好食。雞實食得意啫。到咧 KO 呢個咁可愛嘅小豬啊！你睇佢個樣幾可愛，幾蒙豬。炸得幾鬆脆，餡料有豬肉絲、花生、粉角粒，味道唔錯。小豬外形好似，睇見唔係好捨得食。呢就 KO 最後一隻可愛豬鹹水角啦！你睇佢個樣幾萌，真係好 cute 同埋可愛咯。鹹水角嘅料呢，就係同普通嗰啲呢係冇乜分別嘅，但係個樣呢就做得真係幾似隻小豬同埋幾可愛咯。都試下呢個咁創意嘅爆汁瀨尿蝦餃。啱啱好翻嚟飲茶呢，你睇呢個瀨尿蝦餃呢做得幾精緻，上面呢有隻瀨尿蝦肉，蝦肉都幾大件。面頭呢就係呢啲瀨尿蝦肉，都幾鮮甜好味。裏面呢就好大粒蝦嘅，蝦餃皮都幾薄。調味調得啱啱好，唔會太鹹，蓋過咗蝦嘅鮮味。哇！呢個好爽甜喎啲蝦，好開心又嚟第2粒啦！你睇幾靚，食到呢唔停得口啊！加啲辣醬就更加惹味。第2隻瀨尿蝦 size 比較細，裏邊嘅蝦呢都好爽口同埋鮮甜喎。龍蝦湯灌湯餃呢就比較普通，但係都好食嘅。呢個灌湯餃呢上台超熱，同埋呢個 size 都幾大隻。餡料呢就有免治豬肉啦，同埋一啲素翅嘅。調味呢都幾惹味嘅，加啲醋食呢就可以調出啲鮮。龍蝦湯呢我就覺得味道太濃，但係呢個湯呢都幾鮮味。果然係手工點心係我近期食比較好味嘅。好少而家呢食到灌湯餃呢有素翅絲嘅。連街食咗140蚊，酒店級數，又可以懷緬到昔日點心嘅味道，價錢合理。以下係香港人香港味10大必食精緻點心美味小菜嘅 menu， 供大家作為參考嘅。今日分享係咁多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